昨暗时，高雄六股有轿车暴露山坎，警方表示车顶一口罩5个人，今早起呢，警消有找到2个人的遗体。大水洪造成台中南投山区有水泵线的灾情，也那代理有国小停车场淹水，民众赶紧刷车。也有工人因为这机房淹水漏电去电掉。川宣布南韩关税95%，南韩会投资美国3500亿美金。也那印度是25%，是因为印度对美国有真大的贸易逆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1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昨暗时呢，这台20线高雄六股甲桃园的交界，有一台轿车可能是这车路路基规的空气，害规台车是滑落山坎。经消警员透明搜救，警方也讲呢，这车顶是一口罩5个人，赛车是一个细腻的查甫人，又走出来喊救人，落尾阁登去救伊的某囝，就安尼生就来失去联络啊。在今早起呢，这消防警员有找到2个人的遗体，不过因为这雨伤过大，10点半。先暂停搜救，消防人员也讲，只要是这山区的天气有变较好，因就会随落去找人。无人机画面的正中，就是细腻的查甫人一家伙仔赛车爬落去的崩山地点，也就是台20线81公里，对路面到坎卡150公尺深，差不多是10楼悬。31早起，搜救人员踏入雨浪旁，用白扫的方式，豆豆切落去溪埔找找失踪民众。消防人员讲，细腻的驾驶家己爬起来喊救人了后，佮翻头登去救某囝，后来就失去联络。车顶除了伊甲太太，佮有一个3岁后生甲拄满月查某囝，以及太太甲真翁生的17岁查某囝，早起已经找到2具遗体。是往下，大概有150公尺到170公尺。那我们有搭设绳索，大概有3段绳索，到接触到第一位看到的罹难者，不完整的大体。那在距离大概20-30公尺的部分，有发现第2名受困者。因为山区的雨伤大，搜救行动伫10点半先划停，也有3个人失联。想要到11点时，六股的宝来里、新开、老龙甲桃园的高中里有2559户出现失电，佮加上六股一直变大雨，市区也对宝来做预防撤离，远近一户通知，359人拢先刷到温泉会馆休困。民众讲已经落3-4工课，这拄咧想讲拢无停电尔，就随失电啊。咱的电有线路歹，伊唔知。现在咱这个宝来要去桃园，迄个道路也损坏了，他们的电力公司车又不能过来修理，没当过来修理。因为交通中断，台电换对另外一头的线路先送电，大约下昼1点复电。目前台20线真侪大路断绑起，雨若无停，串流的溪水会持续冲过山坪，造成路基流失。为着要避免灾情扩大，公路局也紧急调来肉粽角，同时调派大型机具，针对交通中断的所在进行畅通。记者柯家如赵阳、高永昌报道。来继续关心这大雨的灾情，台中的北屯、丰原、雾峰、清水、太平，今仔发生这水崩山，甚至这山径崩落来的灾情。也那这代理呢，这一面国小地下停车场水是淹到骹目，车主赶紧来刷车。另外，水利署有包厢的工人伫咧处理机房淹水时阵，无细力去互这电着，身躯呢有20%的烧烫伤。台中雨落几暝，北屯大坑山的山区有一个透天的社区，7月31早起9点外，后壁的山坡规个水崩山，居民早起出来看，规个拢变款。土石流从山坡上冲泻下来，直接灌进4户民宅里面，这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狼藉哦。那这个现场土石的这个泥流厚度呢，至少有1个轮胎高。除了房子受损之外，还有一辆自小客也受困其中。社区有4户人家厝有土石流入侵，其中1户无住人，1户的民众改带朋友引导，另外2户受灾较无遐严重，决定继续住。边仔还佫有4户门口埕规个拢土霉膏。台中市水利局去到清理，希望会当有一条路会当互住户出入。因若受灾户是烦恼户的，就无休困，灾情也会扩大。就是怕现在还没淹进去，到时候如果上面再崩塌下来的话，可能淹进去家里这样子啊。上方其实是一个农路哈，那这个农路受到大雨的影响，然后有土石那个坍落，然后中断道路。那这个部分水利局的机械都进来了，现在已经机械进场要开挖了哈，把那个道路打通。冻土墙规个起起，丰原东阳路的边坡崩落来，地出大量的土石阻断交通。民众若要过，就要真细致，抓滚啊土咧，有瓦仔扫爬起哩。当地还佫有差不多20户，即马要出入，就要加设1点钟的路。绕到新社，或者是从台中大坑有一段路，造成他们上班啦、工作啦，还是都会造成不方便。大理区一边国小地下停车场水淹到骹目，内底差不多有60台车，车主收到积水的消息是赶紧来刷车。
那个网路的啦，看到说这边有机子，我们就赶快过来看看啦。很夸张啊，这个都没有抽啊，新的而已就变成这样，太离谱了。另外，包括雾峰东南、清水峨峰山、甲峨海路嘛有土石崩塌，太平区的德春路因为边坡崩起，路转未通，市区派工班全力来抢通。主要是这个区域因为它本身是唯一的连外道路，那里面散居有300多户，这个我们比较担心，所以我们这个工班这几天都会常驻在这。水利署中区水资源分署有一个56岁外包商的工人，早起9点外伫地下室咧摒机房的积水的时阵，无细时去卡到电箱，转去电着倒伫涂骹。伊的脚只片甲手骨有20%，因为电着转烧着伤。送病院抢救了后，情形有较稳定。若设备若像是因为积水漏电，会派人去检查甲修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投这信义乡的东部到95线4.3公里的所在，有个水崩山，目前是有恢复单线双向通车。那30甲地区呢，也是水崩山是无都经过。第21线新中淮含第16线车路拢是土石啊。这德山的水德里也成预防式铁里。另外讲到这彰化市含花段呢，是有几路台车横冲入去大摆沟，那分远要车路崩塌情形。大雨真大，南投信义乡的东部佫出现土石流，车冒险通过通往温泉区的到95线4.3公里的所在，目前暂时单线双向通车。伫30甲地区也因为宝甲林也起土石流，互另外道路中断，公所当地抢修。今天早上全面就是道路交通中断嘛，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开口企业厂商，然后现在正在抢修，大概我们预计5点以前会单向的一个通车。另外，第21线新中横公路明德路段，也甲第16线真济路段，拢叫土门沟砍去，地势交通受到阻碍。目前暂时已经抢通不过信义干部段大型机具也随时伫台面。连续的豪雨，就是边坡土石含水量都已经非常的饱和所以随时都有可能会有坍风或者是土石流的情况来发生。第21线前往信义乡东富路段，也甲溪地乡武定路段，也因为山坪崩塌阻碍交通。若是水里的到131线通往溪地的路段，真侪所在煞变做土梅沟路。县政府嘛宣布8月初1，包括德山、信义、国城、溪地，拢有部分国小停班课。伫德山的水德里，也因为土石流红色警戒，有5个人预防性撤离。有大家搁咧继续路，保全户是27户啦。有14人。彰化嘛传出灾情，分园乡中山路有一搭路基崩塌，刷去盖着民家，好在再是无人员受伤，不过附近的居民烦恼灾情的扩大。惊讲一排拢去了，迄度，你要看雨啦，愈大，拢土一走落去啊。另外，彰化市中南路一段有6台车桥大水冲落串流的排水沟，花段原来有车冲落大排，民众捌烦恼有人掉伫内底，警方甲车主得到联络，确认因平安。彰化市甲分园乡各界所在，原来爆花冲毁，南投彰化也持续伫落大雨，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嘉义这阿里山公路有一粒20栋的石头连落来，甲这车路规个顶掉的。另外，这旧雕刻溪水是真大，嘉义背山太和也有大理邦主路，有几落户呢？这土石呢，拢冲到人家厝内边去。那云林高坑山区也有几落条主要的车路，和真侪这土石顶落来，是因为这车路这土石放落来。讲到这个是草岭、中湖、桂林这的乡镇是较严重的。爱几啊个人才有法度揽地大石头占要一半的路面，中和交通拢断去。这是嘉义县阿里山第18线68公里处，连续几天落雨，甲土石冲甲东东海，30大石头对山坡落落去。这个路段伫31抢通，只是路段的状况嘛发生伫12王德富亚部落，和土石诱倒的树啊是翻倒伫路面，边嘛有边坡落落去，而也迄到达邦的联络车路嘛有真侪石头落落来，虽然勉强会当行，但行人的雨量，互你甲往达邦的方向无法度行。把我们主要道路都让它可以用通，紧急抢修，不要让居民说受困在我们部落里面。这几天的豪雨造成山区的道路中断了，一共有10几条。官府已经请开口合约的厂商来拍拼抢通道路，但雨落几啊天已经影响生活。
雨水未腐败，对爆花满出来，车路拢是土水。梅沙太河代理望珠路，30下晡到半暝拢是这种雨势，流出去的黄土水是影响到附近的客家。嘉义德家乡的牛洲溪，洪记录到水流甲真紧，水位是明显涨甲真悬，婚姻关毛状况，可能卡往半天了的联络车路嘛，互土石淹去，无法度通行。草岭江湖境内管道149甲149E，毛真侪所在的路段，土石落落来，树啊嘛倒去。主要的交通道路、县道啦，还有乡道哈，有多处，大概有20-30处的崩塌哈，然后造成有这短暂的道路的阻塞。山区的路雨是真惊人，边坡土石因为含水量真悬，土石出落来，这灾情是一直出现。官府呼吁民众最近上好是先莫去山区。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进前3读通过经济社会论性特别条例，要普发现金1万块。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日确定无被复记，不过伊也指出讲，行政院认为有宪法和法律上的欠点，未来会提出释宪。立法院所修正通过的这个特别条例，行政院仍然坚持认为它有宪法上的瑕疵，有法律上的瑕疵，所以未来我们有必要思考，要依照宪法的体制来寻求宪政的机制，适当的时间要提出释宪。讲到这普发现金是目前上届前的议题，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今日就提案，呼吁台北市政府呢，就要比照立法院来落实刑税和民众的精神，普发现金给市民，每一个人会当领2万1。那台北市政府表示，讲和中央台调38亿的补助款也爱还给人民。另外，新北市要议员计算，讲一个人会当领3000块。市长侯友宜就讲，这和中央普发现金是无共款，虚还虚，虚还虚，呼吁中央唔通搁再拖。7月26罢免失败了后，有人呼吁讲，这内阁就要改组。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日表示，这人数的部分会做到回应人民的调整。那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伊是期待国防部长郭立雄继续留落来。那民众党的立委吴国昌，伊就批评杜永泰，讲伊才是爱落台负责的人。7月26罢免结果，南北指出是真侪民意对赖政府的不满，也影响内阁改组的检讨声音。行政院长杜永泰31讲，人事必须做出回应民意的调整。朝野沟通的方式，以及人事上，必须要做更多明显、具体、有效回应民意的调整。若是内阁改组的时间点传出可能伫8月3第2波罢免结束了后，部会首长是不是留任引起讨论。现在的工作是在国防部里面，那我主要就在做好我的这个我们战备准备的工作，其他的部分我想我没有办法能够回答。除了原来的照顾全民的健康以外，特别在推动在健康台湾的11项工作，所以我想，不管是内阁的努力。或者是卫福部团队的努力，应该社会都是有目共睹。区台员讲，卫福部过去1年努力，大家看到，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是乐见郭立雄留任，讲郭立雄推卸国军减少职务，降低负担，让部队专心建训本务，加实践化训练，也推卸新式装备处理。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是点名杜永泰，才是上应该落台负责的人。内阁最需要具体调整的，就是行政院院长。请卓荣泰自己请辞下台，他带给台湾社会的是撕裂，是对抗，是制造仇恨。从汉光40号到汉光41号这些演训的过程，我想顾立雄部长是相当称职的一位好的文人国防部长。还要用823来做后续的评断，难道不适任的官员多待1分钟、多待1天，其实都是对于国人无情的对待？在野一直批评大政府制造社会对立，搞出真歹看的执政成绩单，呼吁爱听民意。立委坦白讲，若是目前政策背离民意，有必要找优秀的人选来接任。记者采访报道。
台北市议会副议长叶林团可能是利用接顺的职权，去主导台北市电子游戏场及设置管理主题条例修法，互无符合设立资格业者会当免受限制申请开业，对非法变做是合法的。检方在今日去敲叶林团的议会办公室等17个所在，要约谈这叶林团含业者等12名被告，也有3名证人，专案向贪污多例罪嫌来侦办。手提一纸文件拖批箱离开，真侪检调人员雄雄出现伫台北市议会，直接动去副议长叶林团的办公室搜索。31这波行动检调兵分几啊路，敲出17个所在，包括证人在内，甲10多个人带转去。因为老爸过身处理后事无伫议会，叶林团嘛得被告洪玉谈。我想希望尽快的厘清真相。专案是检方接到通报，怀疑叶林团伫做副议长进前，疑似用质询的机会，遭到台北市电子游戏场业管理自治条例修法，替无符合设立资格的业者来护航，会当无受到限制申请开业，对非法变作合法。伊个洪指控讲，其实伊就是电动间幕后的实际负责人。他本来就没有在营业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登记到涉案的电动间，即马天门已经拖落来，无过对外来营业，但是事实上早就伫真侪年前，立委黄国昌就捌贴影片来控诉讲，叶林团乌白用职权开后门，互家己非法的电动间变合法。本来是非法的限制级电子游乐场，竟然变成了合法。隐身在幕后的主角，就是现在的台北市议会的副议长叶林团先生。过几年专案有新的进展，佮和检方去年侦办的这个案件，佮去侵入追查有关系。你有行贿警察吗？去年5月，叶林团办公室的前后任主任洪指控讲，乌西警察暗砍特种行业的业者，经过复审了后请回。这码案件搁在调查，就搁烧出其他案件。检方向贪污的多例罪嫌、刑法的意图盈利报销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太平有一间卖牛肉面的店，早起6点外就火烧，造成细车3台人有5个人掉伫咧2楼。虽然警消人员真紧就到现场，不过因为这铁桶柜封掉的，2岁的查甫囡仔、1岁查甫囡仔和阿公救出来时阵，就已经无喘气心跳啊。落尾是干那1岁这个查甫囡仔有救倒转来，啊那这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透天厝起大火烧起，火烧甲正美，阁有真大的火焰冲上天。不过传出祖孙仔3台有3大2小掉伫2楼的露台，消防人员赶紧救援。虽然消防人员按算为2楼救援，啊，不过无法度治到遐个人。1楼往派人员搜救，总算甲掉伫内底民众陆续救出来。31早起，这卡刀即间伫台中太平牛肉面店熊熊大火，掉伫内底5个人，有2个细汉囡仔，1个大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迹象，虽然经历送医，50岁的阿公甲2个查某囡仔也是救无倒来。火势在是在中后侧，那中后侧的部分，它火势的燃烧，因为它的可燃物的部分还蛮多的哈，所以它的火势还蛮大。那它火焰的部分有往2楼去做串烧，那串烧的话，因为浓烟会带到2楼的前舱的一个房间，哦，所以造成他们在逃生上会有一些困难。警消表示，导火点初步判断伫1楼，啊，不过因为透天厝囤真侪杂物，火炭甲真紧。当时困伫2楼，四下一家火啊，叫警报器惊精神哩，嘛遵照救援人员的指示，关门等待救援。啊，不过因为铁窗啊甲2楼拢封死，地势救援真困难。因为他们的阳台，2楼阳台是完全是封死的，而且是用那种属于实心的那个钢筋的那种铁桩那加上它2楼的那个整个广告看板把它封死所以我们同仁第一个也不容易发现它，第二个是它那个铁桩根本就第一时间很难破坏。火调人员嘛，倒来到现场采证，要查清楚火警发生原因。这场火灾夺走祖孙的性命，还佫有3人伫病院急救。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这条强版的果子卖店，强桥爱情卖园，这台北市信义区，昨暗8点呢，有一个27岁查甫人去互姓刘的前查甫朋友压倒害死。警方呢，今仔透早伫咧宜兰嫌犯的外公遐掠到这个人，也今仔日呢，这被害人呢是今年5月呢，有去互这查甫朋友拍，有申请到暂时保护令，想袂到7月2八拄摕到保护令尔，过无2天就去互害死啊！命案的现场有封锁线，台北市信义区一个地下停车场，30暗8点发生感情纠纷的凶杀案。有看到医护人员
好像很紧急在要往某个地方跑去抢救，然后他们就冲下去地下室了。一个27岁姓郭的查某人，伫夜店做公关，上班进前去互姓刘的前男朋友拿刀甲颔棍后壁时甲巴肚流着伤。警消到现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要是救无倒来。开租赁车，然后并且更换这个摩托车往新北市的方向，然后走北宜公路往宜兰逃逸。警方透过监视器，确认嫌犯走去宜兰五街。3点钟后，伫嫌犯因外公因兜外口甲逮捕到案。都在家里吗？落网的时候心情是平静啊，然后他有关于凶刀的部分，他是放在家里已经很久了，他没有目前那个来源的部分还要再厘清。县警分局表示，这个洪台市姓郭的查某人，今年5月15去互这个姓刘的男朋友拍，有向分局申请暂时保护令。台北地方法院7月28日定生效，无到2天煞发生这个悲剧。妇女救援基金会指出，发生感情救婚的时阵，使用暴力的人一般拢会有严重跟踪骚扰或者是控制的行为。摕到保护令了后，要有更加周至人身安全的计划。工作的上班的路线，还有回家的路线，还有一些可能在上网一些资讯上面，可能有些他就暂时不要做一些公开或是 po 文的部分，尽量不要一个人在外活动或一个人活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警方指出，保护令还未发落来进前，若感觉有即时的危险，会当申请紧急保护令；行为若严重者，会当建请检察官申请甲对方羁押。目前专案以杀人罪甲家庭暴力防治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环保局监测这水圳内面的土，发现讲重金属水银超过标准，通知农政单位检验农作物，就发现讲有3袋农地因所种出来的稻这水银含量共管是超标，检测土巴也是超标。农地去放污染气这农地就向市机关来申请。在去新竹市政府派人去把这稻拢毁掉，也强调讲会甲农民补偿。然后讲到这污染源的部分，目前也当咧调查。屁股塞入去田里，把已经结穗的稻拢挂起来。这个稻防验出重金属汞，也就是水银超标。不过连续几日刚落大雨，去牵着处理的时间。31早起，新竹市产发处派人去处理，确保受到污染的稻未流入市面内。将污染的水稻送环保局销毁，来保障消费者食的安全。那针对受污染的农作物，予以补偿农民，保障农民的权益。去牵着处理的这几天，农民心肝内是真烦恼。目前有掌握到3块田，差不多1940坪，土巴甲稻内底的水银拢超过标准。有农民怀疑是甲隔壁已经收起来的工厂，因旧年开始种地有关系。去年10月动工开始整地嘛，之后才发现这种问题。已经种作40-50年的老农民讲，隔壁这间已经关起来的工厂，去年捌发生过严重污染的事件。在伊白工厂拢白水路啊，在水沟嘛，啊，阮这叫淹田拢在水沟里去，啊，定期要淹那个正高水有污染的。汞污染是重金属对人体有严重的伤害，希望市政府要能够严正的来处理追踪这个污染源的元凶。检验的结果出来10天了后才处理。新竹市环保局去外界质疑讲是要做手，因出来驳回讲，这个案件是因为环保局主动监测水圳下底的土壤，发现超标，才赶紧通知农政单位来检验农作物，才发现的。因对于3笔地号，后续将进行公告列管，并强制停止耕种，以及进行污染整治的作业。污染的来源还未确定，环保局倾向也无要公布地点。也若环境部指出，今年6月进前拢无发现这个农地受到污染，即嘛既然确认，就要做整治。也若整治的费用未是农民来付，是会由污染的行为人来负责，所以厘清污染源是接落来重要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赶快来看新竹这正出名的福源土豆酱，前几日封验着2批黄壳毒素超标。那这卫生局追查了后，佫再发现1批今年9月79日的产品，同款是无合格。目前呢是要求业者就要落价全面停止生产，也依照食安法来甲因处罚。几啊顶悬原本摆买卖土豆酱，即马已经全部空去。新竹有名的福源土豆酱，顶日分别伫台北甲桃园，互人验出黄壳毒素超出标准。新竹市卫生局派人稽查了后，佫再发现1批土豆酱产品无合格，
要求业者需要全面停止生产土豆酒产品。检验结果黄曲毒素仍为不合格，卫生局即刻启动现场查核，并责令业者办理问题产品的回收，暂停生产该类产品，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裁处，以维护民众食品安全。造成客人的担忧，对，我深感抱歉。一上架的都把它回收，该退款的我也是做初步的叫他们退款，收回。业者除了出面回息咧，也讲会甲产品回收，不过也强调家己做土豆酱60个外档，拢无染到任何添加物，即个出问题有可能是原料出问题，会赶紧找出问题的所在。60多年了，我一个防腐剂、乳化剂。所有的添加物全完全不加的，那这是有问题，也是我觉得是农民的花生原料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做出来，我就去做他们做好的花生给我，我当2天我就把它做完。新北市卫生局表示，黄卡毒素是高风险的致癌物质，常出现伫土豆、果子仁这的原料顶悬。目前卫生单位已经要求业者全面回收、全面停产，也表示后续依照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罚6万以上至2亿以下的罚金。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讲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宽限期8月7日就要到啊，这总统川是宣布讲，和南韩达成15%的贸易协议，南韩会投资美国3500亿的美金。也来讲到印度的关税是要扣25%，川表示讲是因为印度对美国有真大的贸易逆差。伫咧家己的社群媒体公布对印度扣25%的关税了，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白宫罗斯福厅面对记者问题时阵讲，是因为印度对美国有正大的贸易逆差，而且伊有一定程度的罚款。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anybody attack the dollar. So it's partially BRICS and it's partially the trade, this trade situation. It's the deficit. We had a tremendous deficit. So as you know, Prime Minister Modi is a friend of mine, but they don't do very much business in terms of business with us. 这人看出川普为了要维护美国的利益，会去破坏革命关系立场。伊讲印度进前对罗斯亚采买真侪军事装备，而且印度甲中国拢是罗斯亚能源的上主要进口国，和罗斯亚会当维持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全世界拢无愿意看到的。不过伊并无解释罚款的内容。印度反对党各大党领袖批评，这是总理莫迪伫经济、政治加战略的失败。25% tariff on India is little disappointing on us. We are constructively engaged with the US on the BTA. We are also not certain what will be the added penalty which he is talking about. But at least now we know that whatever we have to do is with reference to 25%. 川普伫咧讲一讲，又个宣布甲南韩达成贸易协议，关税自原本的25%降到15%，而且美国出口到南韩的货物未扣任何关税。根据这项协议，南韩将会向美国提供3500亿美金的投资资金，并且买1000亿美金的液化天然气，或者是其他的能源产品。南韩总统李在明对此表示，南韩所面临的出口环境无确定性已经消除，也强化双方的战略产业合作基础。因为欧盟最近达成的贸易协议对美国关税降到15%，但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不办冯德莱恩克服川普的压力，批评欧盟代表伫咧谈判时阵无讲尽力，也伫咧内阁会议讲协议唔是安尼死就算结束。Je suis évidemment sur la même ligne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e pense qu'il y a deux dimensions. Il y a celle de la méthode de négociation qui, dans l'organisation de l'Union européenne, n'a pas donné peut-être autant d'énergie ou de vigueur dans certaines phases. 另外，川普也签一项行政命令，正式宣布对巴西进口产品，伫原本的10%关税顶头，国家扣40%，变成50%的关税。不过，石油、飞机、燃料产品、甲化学肥料等700种产品是免国扣另外40%。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美国对顶关税期限8月初特别到期，行政院讲到台美关税谈判进度，讲双方已经完成技术性协商，针对关税非关税贸易障碍、供应链韧性和经济安全等议题达成共识，也讨论到这投资采购议题，也等于建议联合声明。不过有风声讲呢，这台湾就爱投资美国美金4000亿，希望会当和日本、韩国同款，拢是15%的关税。这国民党团的总调部分记者表示，那准备和这美国签订关税契约，一定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美国对顶关税就伫要公布，台美谈判进入上尾的阶段。行政院公开上新的进度，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甲谈判的团队要伫华府，双方已经完成技术性的讨论，当地建议联合声明。我们也完成了技术性的磋商，我们就关税、还有非关税贸易障碍、还有贸易的便捷化，以及供应链的韧性，还有经济安全的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也商讨了投资采购等台美经贸合作的相关议题。双方呢也以此进行了联合声明的磋商。目前美国已经宣布日本甲韩国的税率是15%，台湾敢有信心谈判摕到同款或者是更较低的税率？行政院并无正面回应，敢若强调讲会坚持国家利益甲产业利益，也佫有民众的健康甲粮食安全的原则。因若即马嘛有风声讲，咱这边按算要出4000亿的美金，甲美国投资，希望当争取对顶关税税率，甲日本、韩国同款。折合台币12兆，12兆是什么概念？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1年3兆，等于中央政府总预算4年要跑去美国，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啊！这个郑丽君啊，这个等同当初清末的时候的李鸿章了，现在签出来的就是台湾版的马关条约啊。谈判团队还在磋商，还在努力。那看到陆续，其实8月1号的大限的日子也即将要到了，我们也在静候这一个结果。无论好坏，执政团队都要端出方案。另外一方面，卫福部是有数项更新美国水产品输入的规定，内容讲美国水产品已经通过系统性查核的程序，针对包括带壳的、罐头的虾仔、甲芝麻等等真侪项产品，只要有附官方的文件，就会当进口入来台湾。时间点真敏感，嘛引起放行水产换关税税率的联想。系统性查核那个是2018年到现在的机制，好，那其实在相关的不论是肉品或者是像这一次的水产品，本来就都有做系统性查核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不是因为这次关税的关系去处理的。林正义强调讲，这是2018年就有的机制，甲关税无关系。行政院长杜永泰嘛表示，咱台关税结果出来了后，政府会照国内经贸的政策、甲产业支持的需求。针对已经三套的强化经济社会韧性特别条例，搁再提出修正案。记者综合报道。国建署公布2间加值分厂商计共14项的产品呢，是带条件通过审查引起批评。有医生和反分团体认为，目前包括着经济违规罚金等等拢无配套。国建署强调，目前只是带条件通过，而那这上市的时间是还未确定。国建署伫顶日对外公布，日本、美国2间加热粉的厂商所申請的14項產品有條件通過健康風險評估的審查。加熱粉未來有可能會喺台灣合法就市，這也加做2029年世界抗粉大會討論重點。醫生和民團針對國建署通過加熱粉就市的問題提出建議和批評。當初這個審查辦法，它就沒有罰則啊，它本來只有通過跟不通過，它並沒有像煙害防治法有寫這麼多的罰則。所以，我們是不是有沒有什麼這個補充的辦法？說，那你哪一點沒做到，我要罰你多少錢？還是說，就真的，如果照現在的說法是說，那你只要任何一點沒做到，你就要下市？醫生表示，不管是紙粉、電子粉，也是即擺有條件就市的加熱粉，危害的程度攏是同款的，攏有尼古丁，食粉攏是會食掉的。有專家也呼籲國建署，包括買賣通路、警示標記和違規的罰金，攏要趕緊定出相關的政策，趕緊公布。國建署是表示，目前加熱粉只是有條件通過，就市的時間也未確定。怎麼嚴格在做這個
售烟品给未满20岁青少年跟孕妇等这些易敏感族群。另外就是对于贩售点，我们有更多的一些，请他要对于每个贩售点的一些要求。国检署强调，若是未来两间加热粉厂商有违规、无愿意配合的行为，拢会马上取消资格。另外，未来也会针对加热粉条例使用者提供改粉的服务，希望会当减少烟害对个人的影响。记者陈选王兴忠台北报道。8月初开始，80岁以上的老大人就唔免把是量表，就当请外籍义工做看护啊。就这立委烦恼讲呢，这重症患者含一寡失智症患者的家庭，会真歹请到这的义工看护。为福部边强调，会用绿色通道代先来照顾这重症的民众。为着应应当年相关的失智症需求，卫福部提出失智症政策纲领3.0。不过，民进党立委林月琴是烦恼，8月嘛点要上路的80岁以上长者免凭巴士量表，就会当聘请外国籍看护薪资。劳动部推算会增加10万人提出申请，失智症患者家庭恐惊面临义工更较歹请，薪水更较悬，而且有钱嘛请无。失智症患者家庭从来都是被移工挑选的。那而没有选择移工的条件，可是压力现在来了哈，那总是要面对嘛，包含了我们的社区的据点，好，然后我们的家屋跟我们的共照这些，那我们的部立医院也非常努力，有相关的床位出来做协助。国民党立委王永敏指出，连长照司副市长都特别承认，长照适龄顶级评估爱开真侪时间。对于外国籍看护家庭来讲，空窗转换期无法度使用长照2.0，所以也是无包含伫长照系统内底。国家巴士量表加长照适龄评估无整合，互案主爱开真侪时间。这个怎么样去转衔？怎么样衔接？怎么样整合？我希望这个你们可以从使用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不是2套系统一直各自重新再评估，那个浪费的就是这些案主的时间。我们会加速，而且我们那天已经说过，我们尽量在这些尤其是重度失能的家庭里面，我们会用绿色通道来尽量协助。卫福部是讲，重症优先保障加绿色通道，不过安怎落实照顾的品质甲执行细节，这也是下一步的考验。记者采访报道。台铁顶个月起价了后，为了补贴花莲台东民众，因专讲呢是伫咧订票系统增加点数回馈系统。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讲，这系统定定过样。台铁强调会赶紧来改善，也会使用人工补定机。用手机入去台铁的订票系统，花东的民众订火车票了，应该能看到买车票的金额依照比例，会当伫家己口座内面得到一寡点数。不过，即马这套系统拢无反应。因为点数也无多，讲这样是不要紧。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成功了。汇的金额蛮少的，就觉得好像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样。不过已经有的点数其实就有法律的保障，虽然无多，不过对一般上下班族来讲是加减袂当补贴，所以就让家己长定情。他可能系统出了问题，然后他也没有主动通知乘客，就是我们要本身去查询才知道说，那个点数没有进去，对，所以他最近会用人工来补登作业啊，不会让花东居民。就是说他那个加倍回馈来消失。台铁讲，唔是因的系统有问题，是旅客伫咧订票时阵，系统会向户政系统确定订票人是唔是涉及伫咧花东。验证数量若伤济，负责检核户籍的单位就会启动治安防护机制。问题现在大部分都出在身份证字号不是 V 跟 U， 然后涉及在花东地区的。这个我们去捞资料就会比较容易产生问题。台铁讲会协调电信业者一个户政单位，自8月初了会优化并且调整验证的频率。伫即卖新型人工来补定期，应该月点数拢会互民众，绝对袂影响订票的权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讲到台东落大雨是落几落工，昨暗规暝拢是雷公死呐。大仁乡的土板村连外道路也拢淹水。县政府宣布讲，今仔日这土板村和土板国小停班停课。啊，若讲这太麻里乡的金轮溪是规个涨起来，水也拢填出来咯，车路同款是淹水。3日暗时，台东县雷公死若真大，一直弹一直死，互民众困袂安稳。31日时，台东市区也搁伫单雷公落大雨。台东气象站是讲，这波西南气流较大的雷雨出现伫东南部，尤其是大武甲达仁山区的民众感受会搁较明显。
就很近的哦，整个部落是轰的一声。在屏东、高雄跟台东的山区交界，有一些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啊。 所以说这些地区就会有一些闪电打雷的现象。因为已经落2天的大水雨，佮加顶一个低压带带来大水雨，大影响的土板川东68另外道路去予大水冲蚀。本来顶礼拜大水雨已经放弃的路基，这个大雨佮造成崩塌面积佮较宽，敢若剩机车会当过。县政府已经派机构去抢修，一定先开便道，按佮考虑村民的安全。县政府宣布30日土板川加土板国小停班停课。这地方用接驳式的一种方式，没有完全说，这个一个形成一个孤岛。因为未来灾修的部分可能大概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所以这一个变道的部分，我想除了往后退以外，大概也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式啦。第南回公路的部分，沿路虽然有土石流，不过已经清除啊。只不过台东县也是有落大雨的机会，提醒用路人一定要小心通行。记者采访报道。 讲到这丹那市风台已经过了1个月了，台南的民众厝顶还未修理好势，有2万多户，有甲这厝顶打好的进度，敢若一成尔。指挥所表示讲，安生后礼拜会有厂商进驻。 台南市风灾造成台南2万多户厝顶受损，这阵7个龙山材料者，犹原有坐地徛家厝顶用布棚咧压雨，较惨的是有的连布棚拢无搭，雨水拢直接灌入厝内，再后要1个月啊，厝顶覆盖率敢若1成尔。主要因为受到气候不稳定，佮加上欠工严重，地势修复进度前着，天做大。 灾民真无奈。咱无种到阮安尼落雨大雨压个无咩到啊，爱到人还袂当来迄个啊。即那走卡卡会啦，一大回家袂啊啦。哦，无大共款会滴。嘿，无大原来滴。哦，即个。后壁一间迄走卡拢休。经过了解，若要注文搭厝顶的厂商，即阵就要等超过2个月，平均搭一顶厝顶就要用5天的时间，加上建材材料嘛严重欠缺，为了要加速中间的卡步。 分家南在后复原前进指挥所已经盘点全台施工厂商，统一材料定价，上紧后礼拜就厂商入去灾区协助修复。另外，政府即阵嘛招大学生做志工，要借由因的专业来让厝内清洁。我真正代志到今仔坐2-3礼拜尔，哦，你上做嘛2间3间伊尔，啊，你来别位外县市的入来啊。哦，所以即摆出这样在内底拢咧等着。系啊。 啊，无你内底的消化袂去啊！灾区仍然面临缺工，那因此呢，台南市政府除了持续的招募志工之外，研考会也针对具有丈量专业背景的大专院校学生，例如像建筑系、都市计划或者是营建等相关科系的学生呢，能够加入。台南市风灾过后到今，已经有2个雷片组的病例，卫生局提醒民众清理家园时爱特别细腻，唔通互皮肤去绑到垃圾水，但是出现发烧、头痛等症。 头就要赶紧去看诊，呼吁高风险族群，便于你较歹的，就要做好防护，提高警觉。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客委会有推出着客家白函大纸，鼓励民众去到客机店家消费讲客机。着一寡推测台机有志呢，针对这台机有线店家地图，也伫咧双北布置台机有线店家推出台机菜单、翕影片宣传，希望大家做伙来创造友善的台机环境。 你好，这有菜单，这嘛有台语菜单，有板凳红豆，大家好啊，还有真侪口味。唔但有台语菜单，头家含人客用台语互动开讲，嘛提供优惠鼓励愿意开喙讲台语的人客。这是民间团体大家讲台语最近在台北、新北推行的计划，希望募集台语有线店家。目前已经有一寡少年头家加入，有做台语乐器的，嘛有厝内卖水果、卖冰的，因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伫生活中创造讲台语的环境。家己想要食啥，家己讲，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嘛想要互 较无机会讲台语的细汉朋友，会使去使用这过程中嘛足趣味的，嘛足好耍的。冰淇淋的口味啊，因为顶悬伊拢有写讲台语要安怎写，啊，若是真正袂晓念，阮嘛有录音，啊，你会使听。 大家讲台语的共同创办人讲，演过办活动，定有民众反映讲，伫咧北部想要学讲台语，却定无机会，也是感觉碍脚，唔敢讲。
团队今年申请到文化部的计划补助，希望透过提供台语优先店家的打造，佮有甲店家拍影片推广，要结合店家的力量，做伙来打造一个搁一个优先的台语区。就是所有意见拢共款，需要的就是一个环境，提供消费者一个小小的优待，安尼互伊有更较直接的动机，会当讲哦，因为我会使提优待，所以我来使用台语的菜单，甲讲台语来注文。其实，因为伫咧网络民间都有人发起台语优先商店的地图，甲愿意甲人客讲台语互动的店家记录起来。因为今年大家讲台语团队进一步用实体的互动，鼓励店家和消费者用台语点菜，嘛通做回学播讲美食的台语。记者卢尚珠、曾俊尧台北报道。屏东东港开基共善堂推出家长体验，那互民众体验开面，也学一寡家长的骹步动作。老一辈面师呢，要把这个技术传承给少年师傅，希望改变外界对家长的刻板印象，带大家来认捌一个真水的传统文化。阮的面的腔调，阮的是本身的是较粗线条。底色拍好，少年画面师足专心，一笔一画，甲面谱的线条画好势。老一辈师傅伫边仔指导，画好了后，两个世代的画面师才做伙讨论开面的手路、色水。烦恼这个技术消失去，屏东东港开启共善堂的老画面师配合庙方推出家长面谱体验，互这项传统会使延续落去。老辈伊教的，啊伊袂像迄聚会啊，一代传一代的，甲聚会有时甲要传承落，要老花要啥物话要教，有时。这种的袂讲3、2天要教，就是个。除了开面体验活动，嘛会甲民众区尾步跳家长的一寡动作。东港的开基共善堂表示，因算是当地家长文化的源头，嘛是文府千岁七角头之一。毋过庙宇甲家长后来拢互人歹印象，几多年前就开始甲庙宇文化结合教育活动，带民众重新认捌家长的文化。起头因就是甲阮教讲，出门也是。装家长就是一定爱遵守规矩，袂使部分人食薰翘骹，袂坐姿要有坐相，互伊有体验到即种面谱的即个一寡文化，也是家长的精神。总干事表示，接下来伫10月到12月，阁会结合王俊文化馆举办家长的体验活动，希望吸引愈来愈侪人，斗阵改变对家长的看法。拍破学家长拢是歹囡仔的印象，做伙感受顶头文化的提升。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罗西亚堪察加半岛外海发生大地震，是全世界有记录以来第6大地震。虽然讲这地震中心点是伫较偏远、无啥人住的所在，所以无造成严重伤亡。不过专家就警告讲，亲像这款大地地壳离开的地震，未来这地震背拢可能会含这地震同款拢是真摇的，甚至一拖就是几多年，真有可能是几多10年以上。规模8.8强的地震又甲徛袂在，民众惊甲毋知要安怎。手术室内底医护真勇敢，用家己的身躯保护患者。職場が海の近くなので、そこで警報を聞いて、職場の方から子供が小さいので帰るように伝えられたので、子供が家で待っていたので、迎えに行きました。全世界有记录以来第6大强的地震倒来海中，位晋江附近堪察加半岛的3至4公尺悬，千叶群岛上悬5公尺，一直到日本北海道岩手县这个所在，伫当地造成1公尺至1.3公尺悬的海中，搁到夏威夷，也持续杀向太平洋的对岸美国加州，甚至伫1天后搁到南美洲，也是无人敢大意。准备应对的秘鲁当局关沿海126个港口发布红色警戒，智利也要将海上警报扩大到南极领地。虽然后来有取消部分警报，不过环境也是四界去巡逻，可劝这个看海影翕相的民众，因为表面上来看无大的海中，有当时也是会骗人的。The first tsunami wave is usually not the most destructive. Many waves come after that. 这个地震是太平洋板块美落去北美板块造成的。这2大板块平常时因为烧客才连做伙，不过北美板块伫烧客真侪年后，因为烧客的力比摩擦力较大，不再引起强烈地震，而且连带引起震央北方差不多450公里，靠着切夫火山喷发高温的岩浆，勾发出强烈的红光甲爆炸。As a result of the sponge bouncing back, it can generate a lot of
changes in the seafloor depths. So the seafloor rises and generates strong tsunami waves. 罗西亚地动专家是讲，勘察这地区正特别，除了有汉阳型地动、地壳型地动，也有火山型地动。这个地动尾大部分的持续正侪年，像讲2021年的库苏古尔地动，到即马都还佫有地动尾。The total rupture length is on the order of like 150 to 200 kilometers. So it's a huge earthquake rupture. It's this order of rupture length is comparable to the 2011 Tohoku earthquake. 专家嘛警告，这么大的地壳断离去，代表地动尾未真紧结束，甚至伊的规模有可能甲主震相当。这么大的地动力量，也为环太平洋火山大点悬的国家带来问题，因为这有452座火山，地球81%的强烈地动拢伫这个地区发生的。这届强烈地动嘛搁再示警，环太平洋火山大点悬的任何地动，拢有可能会牵几大关。公司新闻安瑞梅编译。英国和法国拢表示，要伫咧9月联合国大会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昨下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宣布要成立巴勒斯坦国。讲到这加沙地区腰机失当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甚至有难民去防台死。国际社会拢指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种族灭绝，不过美国也是挺以色列拒绝成立巴勒斯坦国。出世3个月大的红婴仔欧姆娜瘦到唔食人，伊欠营养需要配风铃，佮需要医疗援助。不过医生甲阿母是完全无法度。انقطع هالحليب ب 10 أيام. نتكلم عن حوالي 80 أو 90 يوم من عمر الطفلة وزنها 2 كيلو و600 جرام أو 2 كيلو 500 جرام، يعني إحنا خلال ال3 شهور。会使讲每一日伫加沙走廊的救援据点，拢有巴勒斯坦人去访台。以色列防指控犯下暴行罪，不过嘛反驳是军种暴动，无得分辨民众甲哈马斯。国际社会甲人道救援组织数次指控以色列当咧对巴勒斯坦做种族灭绝。军队伫英国甲法国了后，加拿大伫30宣布要伫9月联合国大会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Canada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a two-state solution, an independent, viable, and sovereign Palestinian state living side by side with the state of Israel in peace and security. Canada intends to recognize the state of Palestine at the 80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September 2025. 卡尼表示，承认的前提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爱深入即时的改革。2006年举行大选，而且哈马斯袂当参加。巴勒斯坦国爱实现非军事化。加拿大启动向以色列传达明确的信号，向联合国甲其他成员国做示范，也向美国明确表态。美国总统 Trump 坚持一贯的立场，支持以色列，认为承认巴勒斯坦国等于是中伤哈马斯。另外，包括阿斯科奖得主阿贝拉罕、前检察总长本亚尼等等在内，总共31位以色列的头人联名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实施毁灭性的制裁，一直到以色列结束这场残酷的行动，并且永久停战为止。公司新闻黄云林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